井每逢6合彩開獎嘅日子，晚上9點半呢個時間對無數香港老友記嚟講係一個神聖而莊嚴嘅時刻，和係一個充滿期待同幻想嘅時刻，係一個可以暫時忘卻生活煩惱，將所有希望寄託喺幾個號碼上面嘅時刻。係一個令到成個客廳嘅氣氛都變得緊張而專注嘅時刻，大家會準時坐喺電視機前面，手上面可能揸住一張已經對咗好多次，差啲就磨到起毛，邊邊角都皺晒嘅彩票，心入面可能已經揀好咗幾個號碼嘅，和呢啲號碼可能係自己嘅生日、家人嘅生日、結婚紀念日、仔女嘅出世日期，或者係某個夢入面見到嘅數字，又或者係求籤求翻嚟嘅靈感。佢哋嘅眼神充滿期待，瞳孔放大，呼吸微微加速，好似呢一刻已經唔係一個普通嘅夜晚，而係一個可能改變命運嘅轉折點，一個可以將佢哋由普通市民變成億萬富豪嘅契機。目不轉睛地盯着呢個閃閃發光、不斷旋轉嘅攪珠機，嗰一堆綠色、紅色、藍色、黃色、白色、紫色嘅小球，這裏面瘋狂滾動，互相碰撞，發出谷歌嘅聲響。和好似有生命一樣，好似每一粒球都在爭先恐後咁，想成為改變某個人命運嘅幸運號碼。然後一個接一個咁由管道入面滾出嚟，好似命運嘅選擇一樣，好似上天嘅旨意一樣。每當一個號碼出現，有人會歡呼，和有人會嘆氣，有人會緊張到揸實拳頭，有人會閉上眼睛祈禱，有人會大聲叫出自己買嘅號碼，咁樣可以增加機會一樣。有人會因為差一個號碼而激動到企起身，有人會因為完全冇中而失望到即刻熄電視。每到呢個時候，坊間就會出現各種各樣嘅神秘傳說，好似雨後春筍咁湧現，由街頭嘅報紙檔到茶樓嘅點心台，由巴士上面嘅乘客到公園入面嘅阿伯，由寫字樓嘅茶水間到地盤嘅休息棚，都會討論同一樣嘢。有人會言之鑿鑿咁講，會嘅攪珠其實有幕後黑手操控，嗰啲球其實有磁力，或者背後有計算機程序在控制開獎號碼，令到佢哋永遠中唔到獎金，可以累積到幾千萬幾億先有人中，令到馬會可以賺到更多錢。有人會話自己親眼見過某個號碼球有問題，上面有凹痕，話顏色特別深，話跌出嚟嘅角度特別奇怪，話同其他球嘅彈跳力唔同。自己嘅朋友，有人會話自己嘅朋友喺馬會做過，知道入面嘅黑幕，知道邊個號碼會出，知道點樣可以買中景致，和知道入面嘅運作機制。每次聽到呢種陰謀論，我都會笑一笑，然後搖頭嘆氣，心入面諗又一個被自己嘅幻想蒙蔽嘅人，似幾十年賭場同概率搏鬥咗幾十年，見盡無數賭客嘅贏輸喜樂，由滿懷希望到萬念俱灰，由億萬富豪到身無分文先為嘅，和由春風得意到窮途末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概率嘅力量同人性嘅弱點。今日我以第一人稱地學，一個用數學同概率揾食幾十年，見過無數人由天堂跌落地獄嘅過來人身份，同你講句大實話，電視直播攪珠有黑手操控，根本係全香港最大嘅笑話。
係一個最無稽嘅都市傳說，係一個輸錢之後嘅自我安慰，係一個你唔願意面對現實嘅藉口。作為最強大、最成熟、最懂得運用商業模型、最了解概率論嘅莊家，佢哋根本唔需要出千字和，根本唔需要搞任何旁門左道，根本唔需要冒任何違法嘅風險。大數法則同商業模型早就決定咗佢哋立於不敗之地，佢哋嘅利潤由一開始就已經鎖定咗佢哋嘅收入，由第一注投注開始就已經代代平安。正嘢，佢哋嘅盈利模式係任何一個賭場經營者都會羨慕嘅完美結構。如果你唔想一輩子在貧困嘅循環裏面打轉錢咩，和唔想一世人都為錢煩惱，想用真正嘅富人邏輯去建立財富，記得即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開啟埋隔離個小鈴鐺。我會將我幾十年來睇到嘅財富秘密、商業智慧、概率真相同生存哲學，和陸陸續續毫無保留一層一層由外到內咁話俾你知，等你可以由一個被幻想蒙蔽嘅人變成一個被現實喚醒嘅人。好，我哋言歸正傳，正式開始之前，我想先問下各位老友記一個問題，和一個好簡單但好值得你誠實回答，好值得你認真反思，好值得你花少少時間諗清楚嘅問題。你哋平時在電視機前睇攪珠嘅時候，有冇試過有咁一瞬間覺得某個號碼調出嚟得太過巧合？心理學覺得個攪珠機好似特登將某個號碼留到最後先出，覺得嗰個號碼好似係被揀過先跌出嚟嘅。你有冇試過因為覺得有陰謀而停咗一排唔買，但最後又忍唔住買返，因為你唔想錯過一個可能改變命運嘅機會，因為你覺得萬一今期真係開你買嗰個號碼，而你冇買就會後悔一世。你有冇試過同朋友討論六合彩嘅時候，講到某個號碼嘅出現，頻率特別高或者特別低，然後大家一齊推測下次會出邊個號碼，好似自己真係可以預測未來一樣。心理和你有冇試過因為聽咗某個陰謀論而對馬會失去信心，但轉頭又去買咗幾張，因為你覺得既然大家都話有陰謀，和咁不如搏一搏，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嘅直覺同經歷，等大家一齊討論下呢個歷久不衰嘅話題，等大家一齊分享下自己嘅心路歷程。好，講完互動問題，我而家正式同你拆解點解六合彩根本無需出千，點解馬會嘅商業模型已經令佢哋穩賺不賠？點解你嘅陰謀論只係一個美麗嘅誤會？點解你嘅懷疑只係一個心理安慰？我哋又拆解呢個謎團。首先要看坊間最流行嘅三大陰謀論，呢啲傳聞喺街頭巷尾流傳咗幾十年，和幾乎每一個買過六合彩嘅人都聽過，甚至有人會當成真嘅嚟講，好似親眼見過一樣，好似自己就係受害者一樣。有一種是磁力球傳說，呢個係最經典、最廣為流傳、最令人覺得可信嘅版本。傳聞攪珠機底部裝有強力電磁鐵，而每個號碼球內部有微型芯片或者金屬核心，操作員只要在後台按個按鈕就能控制特定號碼調出嚟。和想要邊個號碼就邊個號碼，好似魔術一樣，好似變戲法一樣。第二種是總量球假說，
呢個版本更加精細，更加有技術含量。傳聞馬會故意把某些熱門號碼球做重一點，或者在表面塗上唔同嘅摩擦材料，和讓鼓風機更輕易或更難吹起佢哋，從而影響邊個號碼會出嚟，邊個號碼會留低，邊個號碼會優先跌出。3種係最有市場、最多人相信，亦都最難反駁、最令人覺得合情合理嘅延時直播陰謀。延時直播其實延遲呢幾十秒，馬會嘅超級計算機在開獎前就已經計算好全港嘅投注數據，分析晒幾百萬張彩票嘅號碼分佈，統計晒每一個號碼嘅投注額，然後選出一個最少人買甚至完全無人買嘅號碼組合，和再在後台一鍵開獎，確保獎金可以累積或者俾最少人中，從而製造更震撼嘅頭獎新聞，吸引更多人下次再買。這些傳聞聽起來非常合理，甚至像電影一樣，有技術細節，有動機，有手段，有證據，有人證。但係其實只是輸錢嘅賭客，為有給自己找心理平衡而產生嘅陰謀論，係一種自我安慰嘅機制，係一個令人覺得自己唔係輸俾概率，而係輸俾一個不公平嘅制度，係一個令人覺得自己嘅失敗唔係自己嘅錯嘅藉口。甚麼說麼？馬會根本不需要出千，因為從商業模型同數學原理上，馬會承擔嘅風險是零，係絕對嘅零，數學上嘅零，係任何一個商人都會羨慕嘅零風險，係一個完美嘅利潤結構。這背後有2大不可動搖嘅鐵律，任何一個讀過基本經濟學嘅人都會明白嘅原則，2條令到馬會成為一個完美印鈔機嘅秘密，令到其他賭場經營者都覺得羨慕嘅設計。第一是高達46%嘅天價抽水，呢個數字係6合彩最核心嘅秘密，係馬會利潤嘅來源，係佢哋唔需要出千嘅最大原因。你投入6合彩嘅每100蚊，為第一時間就拿走你46蚊，只剩下54蚊放進獎金池作為獎金。呢個唔係一個小數目，而係一個驚人嘅比例，一個足以令任何商業機構都眼紅嘅利潤率，一個令到馬會成為全港最賺錢機構之一嘅關鍵。你買100蚊和有46蚊，立即變成馬會嘅收入，成為佢哋嘅利潤，成為佢哋營運嘅資金，成為佢哋支付員工薪酬嘅來源，成為佢哋興建設施嘅資本。馬會是先拿利潤，再分獎金，不論開出什麼號碼，不論邊個中獎，不論有幾多人中獎，不論你買咩號碼，佢哋嘅利潤一早鎖定，一早袋袋平安，一早已經放入保險庫，一早已經成為佢哋嘅資產。呢個係一個穩賺不賠嘅商業模式，係任何生意人都夢寐以求嘅安排，係一個你完全冇辦法挑戰嘅結構，係一個數學上嘅必然。第二是6合彩採取嘅是彩池制，而不是賭場嘅賠率制。呢個分別非常關鍵，成個理解嘅核心係你明白馬會唔使出千嘅最重要原因係你打破陰謀論嘅關鍵。在賭場買百家樂或者21點似紅，如果你買中了高賠率嘅下注，例如買中咗和局或者對子，賭場要用自己嘅本金去賠給你，
賠率愈高，賭場嘅風險就愈大，和賭場嘅潛在係損失就愈大，賭場嘅資金壓力就愈大。賭場確實要承擔風險，確實有可能因為一個幸運嘅賭客而輸大錢，確實有可能喺點屎正賴出現虧損。但六合彩不同，六合彩嘅獎金係由所有投注者嘅錢組成嘅一個大池，錢，我嘅錢，所有買彩票嘅人嘅錢，全部擺埋一齊，成為獎金池，成為一個巨大嘅資金池。如果今期有10個人中頭獎1億嘅頭獎基金，就由這10個人平分，每人拿1000萬。如果有100個人中拿，就100個人平分，每人拿100萬錢喎。如果冇人中獎金，就累積到下期繼續滾存，越滾越大，吸引更多人買，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碼，會發出嘅獎金係和永遠不會超過獎金池嘅上限，永遠唔會用到自己嘅錢，永遠唔會蝕本，永遠唔會有任何財務風險。而馬會自己1毫子都不用賠，佢哋何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出千去冒險做違法嘅事，去冒住失去整個商業帝國嘅風險，去冒住坐監嘅風險。聽完彩池制同天價抽水嘅邏輯，你是不是恍然大悟？你有冇開始明白馬會根本冇任何動機去作弊？你覺得一個不管輸贏都先拿走近一半利潤嘅莊家池約和，仲有冇必要去承擔犯法嘅風險嚟欺騙你？佢哋已經贏咗，仲使乜出千？佢哋嘅利潤已經鎖定，仲使乜冒險？和佢哋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仲使乜搞旁門左道？喺評論區同大家一齊聊聊，分享你嘅諗法，等大家一齊清醒，等大家一齊認清呢個商業邏輯。在商業世界裏，任何決策都要看風險同回報，呢個係最基本嘅商業原則，任何一個合格嘅生意人都會考慮嘅問題，係任何一個有理性嘅決策者都會計算嘅公式，而會是香港唯一合法嘅博彩特許機構，每年嘅投注額高達上千億，借勢一座無窮無盡嘅金山，係一個永遠唔會枯竭嘅金礦，係一個可以持續經營幾百年嘅特許生意，係一個世代相傳嘅品牌。如果馬會真的在六合彩出千，一旦被發現，一旦有證據流出，一旦有內部人員爆料，一旦有記者揭發，這將是毀滅性嘅醜聞，將係一個足以動搖整個機構根基嘅災難，將係一個令到全港市民憤怒嘅事件。馬會將會失去特許經營權，將會被政府收回牌照，將會面臨法律嘅嚴厲制裁，將會被罰款，將會被刑事檢控，將會由一個受人尊敬嘅機構變成一個人人都唾棄嘅騙子，將會由一個信譽良好嘅品牌變成一個恥辱嘅標誌。這代價是高達幾千億嘅商業帝國，係幾十年建立嘅信譽，係一個不可替代嘅壟斷地位，係一個世代相傳嘅品牌，和係無數員工嘅生計而出。一鋪千最多只能幫馬會多留幾千萬嘅獎金，而且這筆獎金本來就不屬於馬會，而是屬於獎券基金，屬於所有投注者嘅錢，屬於社會福利嘅一部分。用幾千億嘅江山，用一個壟斷地位，用幾十年嘅信譽，用無數人嘅信任去搏幾千萬不屬於自己嘅獎金，去搏一個
可能會毀滅一切嘅風險，和任何一個有智商嘅決策者都唔會做出如此愚蠢嘅決定。呢個風險回報比例完全不合理，完全違反常識，完全唔符合商業邏輯，完全係一個賠本嘅買賣。更何況每一次六合彩攪珠，現場都有非官守太平紳士和社會賢達擔任監視，佢哋嘅任務就係確保整個過程公平公正，確保冇任何人可以做手腳，和確保每一個號碼都係隨機出現，係有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現場嚴格審計，檢查每一個步驟、每一個細節、每一粒球、每一部機器、每一條線路、攪珠機同球體，每次開獎前都要進行精密嘅重量與磁力檢測，確保冇任何異常，確保每一粒球都符合標準，確保每一次攪珠都係完全隨機這套嚴密嘅監督防線。呢種多重嘅保障機制，認和根本冇要任何出千嘅空間，根本冇任何作弊嘅可能，根本冇任何人可以喺咁多對眼之下做手腳，和根本冇任何技術可以瞞過咁多專業人士。如果我哋一家年收入上千億嘅壟斷企業老闆，你會唔會為有幾千萬原本就不屬於你嘅獎金，去冒着傾家蕩產、坐監坐一世、失去一切、名譽掃地遺臭萬年嘅風險去作弊？你覺得值得嗎？你會唔會咁蠢？千和，你會唔會為咗一條魚而放棄成個魚塘？你會唔會為咗一個勢利而犧牲一個大盤？歡迎入來評論區發表你嘅高見，等大家一齊討論下呢個商業邏輯，一齊思考下咩叫做理性決策，一齊反思下自己嘅懷疑係咪合理。既然馬會沒有出千，係咪呢種陰謀論係會長盛不衰，傳足幾十年，由父傳子，由子傳孫，由一代人傳俾下一代人？這背後其實隱藏着社會上老千集團嘅割韭菜套路，一個針對人性弱點、針對貪念、針對恐懼、針對絕望嘅精密騙局。這些老千非常聰明，非常懂得利用人心，非常明白點樣可以令一個人自願將錢交俾佢哋，就係非常清楚人性入面最脆弱嘅部分。他們會順着你嘅陰謀論去說，佢哋唔會否定你，反而會認同你，令你覺得自己有知音，和令你覺得自己嘅懷疑係啱嘅，令你覺得自己比其他人都聰明。他會告訴你，對啊，馬會確實有幕後黑手，確實有問題，確實係唔公平嘅。而我們公司有關係能拿到內部透露嘅特碼號碼，或者有計算機高手侵入了馬會嘅電視現時系統，前知道今期嘅茄中渣可以預知未來，可以幫你中獎許多。中老年老友記因為本來就迷信陰謀論戰嘢，因為本來就覺得馬會唔公平，因為本來就想揾一條捷徑，因為本來就係對現實感到無力，就會落入呢個陷阱，和花費幾千甚至幾萬蚊去買所謂嘅必中資料，買一個虛假嘅希望，買一個注定會落空嘅夢，會令佢哋更加貧窮嘅教訓。這群寄生在六合彩身上嘅老千，利用你對馬會嘅不信任和貪婪，係真正吃人不吐骨頭嘅黑手，係真正應該被揭露、被防範、被舉報嘅騙局。六合彩攪珠背後沒有魔法，有黑手，沒有陰謀。
沒有幕後操控，沒有計算機作弊，只有冷冰冰嘅數學規律同人性弱點。你之所以會相信陰謀論，只是因為你不願意承認自己這輸好落概率，不願意承認自己嘅運氣唔好，不願意承認自己繳納了博彩稅遲，和不願意承認自己嘅希望只係一場空，不願意承認自己嘅判斷可能出錯，不願意承認自己嘅失敗係自己嘅問題。當你明白馬會不敗嘅真正秘密，當你明白商業模型點樣運作，當你明白概率嘅力量，當你明白彩池制嘅運作原理時，你就不應該再把發財嘅希望寄託在電視機前嘅旋轉小球上，不應該再將自己嘅命運交俾一個隨機號碼，不應該再為一個虛假嘅希望而付出真金白銀，不應該再讓自己嘅貪念控制自己嘅理智，唔賭就係贏。彩票嘅錢和時間投資到能自我增值嘅事業上，用理性同風險控制去規劃人生，你才能成為自己命運嘅莊家。正和希望今天嘅真相能幫你認清現實，幫你由一個被陰謀論蒙蔽嘅人變成一個清醒嘅人，由一個被貪念控制嘅人變成一個可以控制貪念嘅人，由一個被幻想支配嘅人變成一個被現實喚醒嘅人。我們下期再聊。